呢個視頻係我由網上搜集到嘅鰂魚涌同埋西灣河區嘅相片，經 AI 賞識，然後再利用 AI 製成嘅動畫做成。我喺東區出生同埋長大，我父母同埋我自己初期都係喺太古船塢工作，對東區都有一啲嘅認識。講起東區嘅早期發展，就離唔開太古糖廠同埋太古船塢。呢兩段就係太古糖廠同埋太古船塢嘅高空舊影像。太古洋行喺1881年向政府投得鰂魚涌一帶嘅土地，就開始計劃興建煉糖廠。當時嘅港島東區仍然係一片荒蕪，太古嘅進駐徹底改變咗呢一區嘅命運。太古洋行喺1881年決定成立煉糖廠之後，佢哋開始喺鰂魚涌區大興土木建立一間糖廠。糖廠喺1884年正式投產，成為當時全球規模最大、設備最先進嘅糖廠之一。呢張就係太古糖廠面向英皇道方向嘅全景圖。太古糖廠喺1891年已經僱用咗1500至2000個工人。呢個就係太古糖廠嘅海上碼頭，佢係用嚟利用水路出口成品糖去國外用嘅。喺2次大戰期間，糖廠嘅廠房曾遭受到嚴重破壞，最後喺1950年重新投產。至到60年代，太古糖廠成為香港唯一一間嘅煉糖廠。糖廠運作咗約20年後，喺1901年太古開始大興土木，移山填海，建設太古船塢同埋佢附近一帶嘅道路及其他設施，其中包括喺西灣河臨海地帶興建8棟3層高嘅紅磚屋，作為華人員工宿舍同埋宿舍之間嘅街道。呢5條街道都係用太字命名，佢哋就係太長街、太富街、太寧街、太康街同埋太安街，被稱為5街8列。太古船塢嘅建設由1901年開始，工程歷時8年，船塢喺1907年落成啟用。呢幾個就係太古船塢喺不同時期嘅高空影像。1907年落成同啟用嘅太古船塢規模宏大，曾經係遠東最大嘅船塢。佢嘅造船技術同生產船隻嘅排水量，當時都係同日本齊名。1910年，太古船塢建造咗第一艘蒸汽船沙士號。每次太古船塢有新船建成下水，我哋太古漢文學校嘅老師都會帶住同學去觀禮嘅。今次係新船 Pancor 號下水嘅情況。
呢度就係太古船澳嘅東閘入口，佢係通往太古船澳寫字樓同埋各個船澳工場嘅主要入口。呢個就係太古船澳上班時嘅情況。由於工人分唔同時段入閘，睇嚟都比較有秩序。入閘呢個詞語當時就係代表上班，但落班時呢就唔同啦。由於人人都趕住返屋企食飯，人潮就比上班時擠擁得多。太古船澳高峰期間，曾經聘用超過5000名工人。每當上落班時間，人潮洶湧，場面壯觀。喺鰂魚涌同埋西灣河嘅居民，好大部分都係佢嘅僱員。太古亦有提供宿舍俾佢嘅僱員，其中包括喺西灣河臨海地帶興建8幢3層高嘅紅磚屋。呢啲宿舍都係用好平嘅租金租俾佢嘅僱員，所以絕大部分太古工人由船澳返屋企嘅距離都係好近，通常來回都係行路，唔使乘搭交通工具。隨住太古發展，佢嘅員工數目亦都越嚟越龐大。為咗要吸引佢嘅員工留低安心工作，太古亦向佢嘅員工提供好多福利。除咗我剛才講嘅員工宿舍外，仲有其他，包括喺1923年開辦嘅太古義學，後嚟改名做太古漢民學校，提供免費小學教育俾佢嘅員工子女。其後，太古喺船澳附近陸續設立福利會、員工診所、運動場、游泳池、戲院、員工茶樓、商店等康樂設施，形成一個自給自足嘅社區。太古亦都自建水塘，供水俾佢嘅員工宿舍。1963年香港市民要捱4日供水一次嘅情況，其實我哋太古員工係冇受過嘅。我哋最差日子都係隔日供水，仲有我哋每日都有淡水沖涼。至於點樣做到，我就唔方便講啦。太古船澳落成嘅前一年，即係1906年，太古喺西灣河臨海地帶興建8幢3層高嘅紅磚屋，同埋屋之間嘅街道，作為華人員工宿舍。呢一張就係西灣河區員工宿舍嘅員工圖。呢棟員工宿舍前面嗰條就係太長街，呢條係太寧街，而家呢條街已經冇咗啦。當時應該係盂蘭節，所以見到有個做木偶戲嘅戲棚喺度。呢一個係由海皮方向望太古宿舍嘅景象，但係呢個海皮今日已經變咗做陸地一部分。呢個角度更加清楚睇到當時西灣河員工宿舍臨近海邊嗰條走廊嘅情況。呢條臨海走廊可以直接去到太古福利會同埋太古泳池。呢度係太古員工宿舍內部天井嘅景象，用而家角度睇就係污糟同埋混亂，但係當時就係好多人嘅安樂窩。除咗工人宿舍外，太古亦都喺西灣台興建一啲高級職員宿舍。呢座高級員工宿舍就係今日日義居所在嘅位置。呢個就係1920年代嘅筲箕灣道，由西灣河太古宿舍附近望向太古船澳方向嘅景象。當時電車剛剛投入服務，仲只係單軌運作。隨住西灣河嘅人口越嚟越多，西灣河就慢慢發展成為一個略有規模嘅社區，包括各種形式嘅商店、食肆、街市、商業街等都開始出現。
喺1960年代，太古開始起一啲10層高嘅宿舍代替舊日嘅紅村屋，然後將騰出嚟嘅土地賣出。呢個係由太古船澳東閘望向筲箕灣方向嘅景象。呢個係由當時嘅西灣河街市望向太古船澳方向嘅景象。當時嘅西灣河街市就係現時嘅筲箕灣文娛中心位置。除咗政府起嘅正式街市之外，佢嘅外圍仲有一啲露天街檔，再加上一啲喺街市附近樓宇嘅下層開設嘅雜貨店等，令到售賣嘅貨品種類齊全，各式各樣都有。露天街市嘅後面有2個臨海貨倉，叫富華貨倉。佢主要功能係接駁水路運輸，同埋用作存儲貨物。貨倉附近嘅空間仲設有各式嘅大排檔。雖然我從小喺東區居住同長大，但係我未嚟過呢度。呢2間雜貨鋪就係而家泰安樓大家樂快餐店嘅位置。呢個露天街市嘅位置就係而家泰安街。泰安街其實就係清理咗呢個露天街市後而建成嘅。呢條係早期嘅成安街，當時嘅明渠仲未改為暗渠。呢條係後期嘅成安街，當時嘅明渠已經改咗做暗渠，路面比以前寬闊咗。呢4座10層高嘅太古宿舍就係太祥、太順、太富同太康。佢哋係60年代起嘅，用嚟替代嗰啲紅磚宿舍，然後將剩餘嘅土地出售。呢2張係1970年後嘅西灣河景象。當時我已經開始出嚟做嘢，好多時都自己一個人喺呢處行走，印象比較深刻。除咗西灣河區外，太古喺鰂魚涌亦都有大興土木，包括將鰂魚涌嘅水引過英皇道，再由濱海街出海。太古喺鰂魚涌亦都有興建太古員工宿舍，包括4棟3層嘅紅磚屋同埋2條街，分別係東街同西街。圖中左方嘅一條登山吊車係1892年太古起嚟，俾佢啲外籍員工上筆架山療養院作休養同度假用嘅。佢嘅起點就係今日鰂魚涌116巴士總站位置，終點就係柏架山大風坳，全長2.3公里。佢喺1892年建設，1932年拆卸。現時仲有好多行山人士去筆架山嗰度，去尋找呢條登山纜車嘅遺跡。呢個就係大風坳嘅吊車總站，睇嚟落咗吊車之後，仲要行一段路，先至可以去到療養院。呢2座紅磚屋就係太古喺柏架山療養院，起初佢只係起咗2座，但後來由於需求殷切，佢就喺2座之間多起1座，變為3座。呢3座療養院，亦都係好多今日去柏架山行山人士喜歡要尋找嘅遺跡之一。呢個就係由鰂魚涌太古宿舍行出英皇道向北角方向望嘅景象。呢個就從一個反方向由英皇道望向鰂魚涌太古宿舍嘅景象。呢度就係鰂魚涌太古宿舍嘅入口，佢嘅位置喺柏架山上山路口嘅左邊，就係呢度啦。由條斜路行落去，經過第1座樓後右轉就係西街，再過多2座樓先至右轉，嗰條就係東街。呢幾個就係鰂魚涌太古宿舍東街嘅景象。
呢度每棟樓分別有16個單元，我嘅故居就係喺右方嘅8號單元，差不多就係街中間嘅位置。街嘅盡頭嗰座紅色建築物就係太古漢文學校。喺呢區居住嘅太古員工子女，絕大部分都係喺呢度讀書。宿舍地下嗰層有一啲地方係用嚟做商鋪，佢哋主要嘅賣一啲日常食物，例如早餐粥品同蔬菜等。呢座就係太古西街嘅員工宿舍，不過呢度唔係對住西街嗰個方向，所以睇唔到西街。呢度係面向鰂魚涌同埋柏架山上山入口嗰一邊。而家呢個地方叫做西閘，即係現時嘅基利路同埋船澳里一帶。當時呢個西閘係太古船澳除咗東閘外嘅另一個入口。呢度嘅主要建設係一啲俾太古高級外籍員工住嘅宿舍。呢度重起咗一個3號水塘，用嚟供水俾太古宿舍。喺3號水塘上面嗰一座紅屋就係士丹利台。呢個係1883年起嘅賽西湖水塘，內部叫佢做5號水塘。佢主要係用作供水俾太古糖廠同汽水廠。1977年填平後作私人住宅發展。太古喺1923年開始開辦太古義學，義學嘅位置大概喺而家嘅西灣河太長街。後來太古義學搬咗去鰂魚涌，改名做太古漢文學校，繼續為員工子女提供免費小學教育。我係太古漢文學校嘅1965年畢業生，呢個我估計係太古義學喺1950年代舉行嘅畢業典禮。舉行嘅地點應該係喺太長街太古福利會運動場，因為嗰度近住佢嘅校址。呢度就係太古漢文學校，而家應該係朝頭早上堂前嘅早操時間。當時要喺操場先唱校歌後先至可入課室。呢張應該係1960年左右嘅相片。學生嘅校服並唔整齊，乜嘢款式同顏色都有。呢個應該係放學時嘅情況，應該係比較後期嘅，因為從學生整齊嘅服飾同埋統一嘅校服睇到。學生放學只需跨過鰂魚涌上面嗰條橋，對面就係佢哋嘅屋企啦。喺1966年，由於地產發展嘅需要，太古漢文學校由鰂魚涌搬咗去基利路，繼續沿用一樣嘅校名提供服務。新校舍係由太古集團主席施約克執行奠基禮。呢張係1965年嘅照片，當時一班太古洋行嘅大班嚟我哋學校做探訪。當時我讀緊6年級，佢哋行入嚟企喺我面前，嗰啲外國人身材高大，我當時嘅感覺係佢哋好似一個巨人。當時嘅情況，現時仲係歷歷在目。